自從舊年8月份咧，坦洲大道開通咗之後咧，其實坦洲同埋珠海嘅距離咧，真係縮短咗好多，而且交通又方便咗好多。嗱，唔知道你哋近排會唔會考慮喺坦洲買樓咧？你好似呢啲咁嘅湖景單位啊，而且咧依家都係新規佈建啦，88平方、110平方，佢都係可以做到成4間房嘅。而且咧，首期講緊最低5萬蚊，月供最低咧3800，你就可以做業主噶啦。每日落樓咧都可以望到呢啲一線嘅湖景啦，喺呢度釣魚啊都係比較休閒嘅。一齊上去睇睇。屋企門口咧就可以坐車直達翻去拱北關口啦。呢個單位咧講緊首期5萬蚊，月供咧都係圍到4000零蚊咧，你就可以成為呢個豪宅單位嘅業主啦。產權面積咧110個平方，位置咧喺中山嘅坦洲啦。嗱，咁你哋冇以為啊坦洲離珠海好遠啊，因為咧佢隔離咧就係坦洲大道啦。咁啊，自從舊年咧開通咗坦洲大道咧，翻去珠海啊或者係拱北亦都係比較方便嘅。咁呢個產權面積110平方咧，係按照新規嚟佈建啦，一共係做咗有4間房嘅。咁啊，到時交樓咧，呢度都係一個房間咁樣嘅。全屋咧係帶埋裝修交樓啦。咁啊，建築面積110平方，咁你使用套內都係110平方嘅。換言之，呢個單位咧係完全冇公攤嘅。主人房咧呢度仲打一個獨立嘅衣帽間俾到你啊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到時咧呢啲衣櫃咧就要自己做翻啦。咁啊，呢個位置咧，亦都係半贈送嘅陽台佈建嘅。嗱，咁面積段咧，除咗有呢個110平方啦，佢仲有88平方啊、126平方同埋138平方嘅。咁啊，樓下咧就有公交總站啦，翻到去拱北關口啦，亦都有翻到去香港太子荃灣同埋尖沙咀一個專線巴士嘅。咁啊，一落樓咧就係呢個300畝嘅湖景啦。OK， 咁如果你哋想了解呢個小區嘅呢個戶型啊，或者係採光啊，同埋小區個環境咧，都可以隨時同我講嘅，我帶你哋慢慢研究。咁啊，呢個單位咧就首期冇講錯5萬蚊，月供都係圍到4000零蚊嘅啫。OK， 我會一直發送滿，直至到屏幕前嘅你哋都擁有呢啲咁嘅靚豪宅。Thank you。